各位午安，我係周可欣。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上個月被裁定3項港區國安法控罪罪成，今日起同其他認罪被告求情。黎智英朝早由囚車押到西九龍裁判法院，同案多個已經認罪嘅被告，亦都分別由囚車押解到法院，包括蘋果日報6個高層、張劍虹、陳沛敏等人。警方喺附近一帶加強戒備。所有進入法院嘅人士都要接受警犬檢查物品。法庭今日會率先處理其中2個已經認罪嘅被告重光團隊陳梓華同李宇軒嘅求情。黎智英喺上個月被裁定2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